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亮亮啊！阿爸，你会过来？我来接你啊！你老师有甲你拍无？伊无甲我拍，啊，伊佫送我一支铅笔呢。伊送你铅笔，哪会送你铅笔啊？因为我会使对算啊100，啊，所以老师就送我一支铅笔啦。真高真高！这是阿爸甲我教的，大家我爱算啊，算到早就会晓啊。阿伯，我后母哪会无来叫我？啊，你老母咧顾店啊？行，来等，行。我在遮。啊，老总偌济钱？25块就好啦。来，30块，免查。啊，安尼歹势啦。喂。黄老师，啊，你有欠钱的吼，就较食来交关嘞。会啦，你人足亲切，我拢来甲你交关。好，多谢。好来。顺行吼。这个来哦。哎，黄先生你好。你来创啥？啊，都来买一寡物件啦。哎，小朋友，看到老师要说什么？老师好。啊，乖，小朋友好，小朋友再见。老师再见。老姐再见。过来。啊，再来哈，多谢哈，再见哈。再见。连见啊！见。啊，当你是冲犯着什么事安尼？相反着啥？伊嘴也未开哦，我就看到伊脑底啊。奇怪呢，啊，当然黄老师也无惹你哦，你敢歹声扫？啊，你是为虾米啊？为着你啊！为着我？无啦，我是惊伊叫你啊，当你是想去对去啦，人是来买物件的，哦，啊，就照正来讲，我这个干妈店就早就爱开起来，谁鸟？好啦，趁做我家婆啦，安就好啊。你喏，来等。哦，老饭店就是老饭店，咱来买物件无代无志，食心错。阿母，现在囡仔人有耳无嘴啦，你要食饭？哦。阿爸，阿龙饲好啊？哦，乖，来坐食饭。我已经食饱啊。哦，食饱哦。阿爸，你还买扫？我去给你摕啊。不是咧扫啦，阿爸是你砸掉啦。哦，狗囡仔，袂输我医生的。阿爸，像我大人拢会使啉酒。啉酒哦，啉酒是一种享受啊。享受？那你我嘛要享受。袂用的，你袂用的。有啥物袂用的？啉酒是大人的代志，囡仔袂用啉酒。然后你家己就是啊。啊？是安怎讲？是啊，是恁大人的工课啊。你哪唔免做？迄无共款啊，我别来。酒一啉哦，加真费气。我嘛要享受。来这样。丽娘啊，哦，你哪大嘞？你给我好了。哦，就下面。高兴，真费气。啊！哎呦！死啊啦！我的腹肚啦！我的腹肚袂平衡啊！有人哦！你看到，你保安呢啦？那无人啊！你哦，丽娘啊，快点把火出来！酒好。唉，酒爱改啦，愈啉愈唔是款。唉，我是一个无母无教的查甫人，真孤单。无啉酒，要啉啥的？愈老愈老翻颠老呀！来，我敬你。来，我打。这边啊，以后病的代志呢，就专门交你处理啊。我还有其他事业，假使讲有任何代志呢，秀华会全力配合。哦，李龙啊，你放心啦，
我一定尽我的全力，好好要经营。我要让咱这间变做台湾上界先进、上界一流的大病院啦！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我敬你，我敬你，我倒来。哎，秀华，啊，怎么谢明甲敬一杯啊？讲安尼啦。呀，反正你看说明一定差不多自然呢。无，我无醉。来，我敬。启东啊，哎，莫有说明啉伤济啦，伊安尼会醉呢。哎，醉就是哪要紧的哦。那谢明酒量有我是唔知影，伊若醉，咱才拽转来啊。无啦，我无醉啦，来，大家啉啦，来，过来。启东啊，你甲看啦，你搁讲伊袂醉。真哪要紧的哦。小琪啊，你赶紧转来，你袂使甲囡仔学人，你袂使甲囡仔学人。阿嫂，说起是啥嘛？哎，款待什么人啊？无代志，咱啉。伊若啉酒醉吼，咱如何办代志？来。是要办什么代志啊？哎呀，莫问我这啦。是吧？人来教你啊，你看他变哪做？好。小琪啊，启东，啊，你认为安尼做敢袂有问题？放心啦，哎，谢明是一个野婆树咧，这种袂使买得出啊。好在讲咱秀华对伊呢印象非常好啊。啊，你毋是讲伊捌有女朋友？这我无啥了解啦。但上个起码伊还袂错，即摆佫是独身啊呢，这点啊都无使用怀疑。也毋过吼，我是感觉吼，互伊慢慢交往熟悉了后才。哎呀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我做代志上不爱拖拖刷刷，咱若上准的，就大胆就去做啊，对无？希望啊以后会当交到3工呢，病院代志啊，我就足放心的嘛，无问题啦。头家娘，哎，请用茶。啊，俊生呢？少爷今早就困啊。说起，有你伫甲我斗3工吼，我实在真放心啦。这无你的代志啊，你先去休困。头家娘，你嘛较早休困的。知道。啊，你刷落去是安怎？要安怎？准备结婚的代志啊！来，恁坐。希望啊，困落去。哦，我小主。阿爸，我的分房啊啦！你个分房安尼摕面前顶，哎呦，免本来厝会叫你烧起来，紧摕出去啦！吼，这乌白来，较紧摕出去啦！我摕出去啊！你喊伫厝内底咧，喊我乌白来，吼，这明良哦，你头壳控骨你啊！哎呦，这个以后免来出团啦！这什么所在？这我房间哦。我哪来这？你搁敢问我，昨你啉烧酒醉啊？你著讲一定要送我，啊，人我唔去，你硬袂？你即摆搁问我这种话？秀啊，你是咩人？
你哪里家嘞？啊？你听我讲，没什么拢讲，我问你，你对我想安怎样？你对我想安怎？是吧？你讲。对啊，你唔着讲。是的，查某囝哦，敢做敢担当，你讲到底是安怎样？讲啊！启通，我着啉酒醉，我啥物话拢唔知影，我唔知影。你唔知影？三月夜看酒前嘛知影是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唔知影？是的，我就是相信你呢，唔则请你抓到对日本，甲你劈车倒转来啊！你既然做这代志，你要向我交代，你讲，你到底要向我交代？你讲啊你啊！知影，好啊啦，啊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你讲遐济有啥物路用啦？阿嫂，即摆要安怎啦？好啊，莫哭啦，咱车米已经煮成饭啊，无大家若有生意吼，无单调，歹代志嘛变好代志啊，互因两个结婚好啊。结婚？这当然嘛，因两个有介意啊。是哇，你的意思怎样啊？哎呀，这拢有你做主就好啊啦。啊，什么你？讲啊！你也同意哦。安尼好啦，等你若结婚了后呢，咱就算阮家己的人啦。已经病院呢，才完全啦，交你去经营。阿伯、阿姆啊，在经理上来讲啦，无人讲女方呢向这男方啦来提亲啦。但是我想讲代志哦，要圆满来解决啦。也阮呢，也无计较遮尔多。是啦，但阮这小姑仔吼，人生做水，佫搞理家，看那讲嘛算讲是一个清清白白、乖巧的查某囡仔，阮哪有可能互伊吃亏咧？这明啊，我甲你讲，查甫囝假做假担当啊！我话讲在进前，世民进前啊，有甲一查某生过一个囝。啊，既然生过囝，是安怎无结婚咧？查某甲囡仔拢失踪啦。对啦，代志既然发生啊吼，我看开去哦，甲话讲个清楚啦，以后较无断底口的。只要世明后摆若是对我好，过去的代志我袂计较啦。阿伯啊，阿姆啊，安尼代志就好解决啦嘛。恁若是无意见哦，就无我看安尼啦，规矩后礼拜哦，就互恁结婚啦，好无？好啦吼，无咱就安决定啦。歹势，啊我先去咧。对，来长哈。下去下去。阿兄，你敢真正后礼拜就要甲伊结婚？我知影你并无愿意安尼做，对无？好啊，莫咧讲啊，代志已经发生啊，我无想要做一个无负责任的人。那安尼小金呢？敢讲你对伊就有负什么责任？水金啊，你哪会当安尼甲阿兄讲话咧？我只是感觉小金做委屈的。阿爸反对恁结婚，你怎安尼投票走去外国？我毋是拜托你，死力替我去找。敢讲你认为我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生？我伫外国，无一天无事业。那安尼你就无应该一定来，就甲马小霞结婚啦。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着啉酒醉，根本就毋知咧做啥，一点仔印象都拢无啊。嘿，这件代志怪怪哦。你是讲，这是故意安排的？这马家有钱有势，这细华佮生了袂歹，你哪有可能会安尼做？不，这应该是我咧后白想的，我咧后白想的。水金啊，有一件代志，我要拜托你。什么代志啊？不管安怎，你一定要继续替我找小鸡仔倒转。你若真正找到小鸡，你是想要安怎？敢讲你想要甲伊接转来？新娘水当当，口盖爆鱼缸，后壁爆米饭。少爷，莫搁跳啊啦，人伫要来娶新娘安尼。真是要来讲阿公。对，
你就巧嘞。阿公要做新娘，阿公要做新娘，哎呀喂呀，我受惊啦！这是安怎啦？少年他可能是去外地的款啦。你紧来带伊去看医生好啦。阿姨，来，啥屁着？阿婶，你看我哩用的咧？总顾报者。哦。哎，阿丹你好势袂啦？随好啊。行李箱被搞完呢。谢明嘅饮酒一样，我较早休过咧。无咯，还没留到当包咧。我是民主咧，我心的啦，我较早休过咧啦。好，好啦，我大家吼，我妈当个一个民主啦。妈当，我跟你啉呢。哦，你等啊，等我来跟你。好，好了，好，谢。来哦。来，我醉，我们。好，你好，我来招呼人去。好。我不醉，我可要你吧。啊！小琪啊，世明，小琪啊，世明啊，小琪啊。你无检查唔对，这已经是第5届啊，结果嘛是同款。讲我这是注定无囡仔。无一定啦。小华，你过来坐。哦，我先来走。黑明啊，什么代志？小华，我问你，顶摆董事会我毋是有建议讲，若产假人开刀大院会当办分期付款。是咱拄则家属甲我讲，伊无法度办，讲会计唔带。这个建议当然嘛是真好，也毋过，假使讲每一个病人拢要安尼生做，咱病院是无法度应付，我当然嘛要做条件限制啊。咱开病院上界大的目的就是救人的，敢讲病人无钱，就算讲伊有性命的危险，咱共款嘛是无爱插伊死。你知影我毋是这个意思啊？无你是啥物意思？好啦，我的原因哦，照你意思去办啦。拄则，若毋是我赶紧甲开刀吼，恐惊有性命的危险，你知影？你是讲难产哦？是啊。这世间实在真无公平。你看我，可能难产的资格都拢无。世明。秀霞，世明敢知影这代志？我还袂甲讲啊，我就想讲这件代志，爱恁是大人同意才会用的。也是讲吼，要入恁大院的后生做客囝，这件代志吼，上都爱考虑一下哦。我有听人讲过，讲若是袂生吼，认一个客囝，真紧就有生啊呢。阿母，你有啥物意见？这个代志吼，最好是问世明看有欢喜无啦。唉，早若知影安尼吼，又无必当初咧。阿嬷，我安尼去做，只是一个仔欠算嘛。搁再讲准心嘛是家己的人，敢是？俗语在讲，家己栽一丛，看也咧怨别人。